2018年，粵劇名伶吳君麗離世，享年84歲。唔少圈內人感到悲痛。與吳君麗合作多年嘅拍檔胡楓受訪時話，前2日去探過佢嚟，佢當時喺瑪麗醫院，佢係病重，但咩病就唔知啦。中秋節嗰日去睇佢個樣都幾精神，唔係報仇。屋企人同我講係呢幾日啦，所以佢嘅去世我冇覺得好愕然。吳君麗於香港殯儀館出殯，其好友阮兆輝、胡楓、薛家燕及其家屬親友負責扶靈，另外南紅及黃夏蕙等圈中好友到場作最後送別。儀式完結後，家屬親友神情哀傷，家燕姐更加係淚流滿面，表現激動。粵劇名伶吳君麗昨日於香港殯儀館出殯，靈堂以白色為主，挽聯上面寫住往生淨土。吳君麗嘅遺照面帶笑容。大殮儀式完結後，吳君麗其家屬及親友先步出靈堂外，同到場嘅賓客作致謝。而到場賓客亦陸續送上慰問，神情哀傷。家燕姐相當傷心同埋激動，淚流滿面咁同吳君麗家屬及親友送上慰問。離開靈堂時更加係需要有人攙扶。而胡楓表情肅穆，眼泛淚光咁送上慰問。隨後，吳君麗個仔金池雙手捧住母親嘅遺照，步上靈車，出發到歌連臣角火葬場火化。2008年，吳君麗接受智雲飯局訪問，談及令佢遺憾嘅一段糾纏咗50幾年嘅三角戀，而佢成為人哋口中嘅第三者。佢話：我呢一世都未結過婚，我先生係有家室嘅人。當時我冇諗過同人哋分享丈夫，對方太太有痛苦，我有痛苦，我丈夫有痛苦，但感情又分唔開。麗姐同佢嘅丈夫有一個仔，佢曾經表示母子之間有代溝，自然係失敗嘅母親。此外，白牡丹之一嘅南紅獨自到場並離開。問到南紅有冇勾起同吳君麗相處嘅回憶，南紅話當然有啦。以前麗姐係正印花旦，我係第二花旦，相識咗幾十年，結拜成白牡丹。佢對我非常之好，好似親姊妹。生老病死，每一個人都會有，所以送佢最後一程。談到深刻嘅回憶，佢話當然係白牡丹，對我非常之好，同我感情好好。最後一次見面係家燕姐嘅喜事。鄧拱璧喺台上談及吳君麗喺黃昏離世嘅消息，佢話麗姐已經與世長辭，我哋喺呢度願祝佢嘅家人節哀順變，希望麗姐喺另一個空間安息。我相信就算冇睇過麗姐喺舞台上嘅演出，大家亦欣賞過佢嘅粵語長片。據知，鄧拱璧係喺一個粵劇晚會上面向在座嘅戲迷公布咗呢個消息。吳君麗係粵語片年代白牡丹之一，早年居於上海，喺戰爭後隨母親到香港定居，曾跟廣東音樂4大天王之一尹自重學習粵曲，後來加入陳飛龍所辦嘅香港粵劇學院，成為陳飛龍嘅入室弟子，有玉喉硯彈之譽。1955年開始，吳君麗加入影壇，首部電影作品同任劍輝及白雪仙合演《玉女香居》，於1955年至1967年共演出超過150部戲曲及電影。拍檔係有胡楓、羅劍郎、新馬師曾及任劍輝，《青青河邊草》一曲更係家傳戶曉。相比起同期嘅明星白牡丹姊妹，一代時裝代表50、60年代玉女掌門人林鳳，吳君麗未必係我哋回望童年歲月嘅偶像，但產量眾多，作品不俗，編織起我哋細個嗰時唔少家庭婦女光影嘅夢。麗姨離世，翻查資料，除咗頻密咁演出粵劇，佢竟然拍咗近160套電影，幾乎全數擔當主角角色。啱啱入行已經獨當一面，所演嘅電影雖然未至於驚天動地、震撼經典，但都不失與時俱進，反映戰後香港及南洋華人社會於60年代蓄勢起飛嘅現象。吳君麗經典電影《青青河邊草》乃係星馬資金製作，當年關氏兄弟堅城影片公司出品。唔少外景拍自新加坡及吉隆坡，質素不俗，兼可飽覽南洋招風揶揄。數十年後重睇仍然不乏趣味。演對手戲嘅胡楓、林鳳、李香琴、林嬌按類同風格，拍咗一系列叫好叫座，以香港、台北、新加坡及
波活背景嘅電影，內容以戰時及戰後大時代嘅生離死別，雖則鴛鴦蝴蝶情情塔塔，不失清新可喜。資深演員表演出彩，每次重睇都係其樂融融。吳君麗一直飾演小家碧玉、小媳婦、良家婦女、家庭主婦、苦盡甘來之女性，永遠斯斯文文，容貌娟好，唔係嗰啲驚心動魄嘅大美女，人哋睇起身舒舒服服，平實而體貼。佢令你感受到鄰家斯文，好教養依依，語調自成一格，帶少少緩慢嬌嗲，又唔係嗰種作狀嘅嬌滴滴。縱使面對家庭不公平對待、惡人欺凌、欲哭無淚，始終離不開斯文大方嘅格調。唔短嘅銀幕同埋舞台演藝生涯嘅韌力，相信全靠呢一份吳君麗式嘅不屈不撓嘅氣質。吳君麗擅演青衣及刀馬旦，曾參與120部電影，包括粵劇電影及時裝電影。佢於1962年成立新麗星影業公司，直接參與電影嘅拍攝工作。1970年代至1980年代參與林家聲嘅眾新星劇團。1987年至1993年間與陳劍聲、新海泉組織新麗星粵劇團，並參與粵劇嘅演出。1991年於新加坡舉辦個人演唱會，吳君麗師承會之音，其後甚少演出。2004年，吳君麗將3000項服飾、戲箱、道具以及劇本、宣傳刊物、照片等捐贈予香港文化博物館。吳君麗曾於2008年宣布參演無線電視處境劇《不打自己人》，除咗復出目前令一眾劇迷喜出望外，佢嘅玲瓏浮凸身材亦都成為一時熱話。2008年簽約無線電視拍攝處境劇《不打自己人》，佢喺劇中飾演鍾溫繼好，係胡楓嘅太太。而喺粵語片年代嗰時候，兩個人永遠都係飾演表哥表妹，十分搞笑。當時已經係74歲嘅吳君麗，仍可以保持豐滿上圍，以及型壓纖腰，備受注目。佢曾喺訪問中強調自己係真材實料，純天然，絕無加工。希望大家唔好留意身材，專注於佢嘅演技。笑言可能因荷爾蒙不平衡導致第2期發育，更自爆年輕嘅時候腰圍只得20寸。及養生之道，佢表示一向食得清淡，每日都會食含高蛋白質嘅嘢，比如話燕窩及雪耳。除此之外，都會勤做運動，譬如話後咬腰及仰臥起坐，保持佢嘅纖腰，做八段錦同埋氣功呢啲運動嚟強身健體。吳君麗最後一次出席公開場合係喺6月份薛家燕隨新抱嘅喜宴上面，當時精神仍然非常之好。記者致電家燕姐，佢難以接受麗姐已經過身嘅事實，感到難過。薛家燕個女石友珊表示，弟弟結婚嗰晚見到君麗姐姐好健康，狀態好好。媽媽話君麗姐姐係睇住佢大嘅，所以一定要請佢飲喜酒，分享喜悅。所以當我知道佢嘅離世好愕然，媽媽仲想請佢嚟睇演唱會。我哋完全唔知君麗姐姐入院，冇收到過佢唔舒服嘅消息。媽媽依家錄緊節目，佢知道一定好傷心。為紀念吳君麗，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辦靈影相輝吳君麗舞台藝術展映展覽，透過吳君麗生前捐贈嘅文物，等觀眾回顧佢喺演藝事業上面嘅貢獻。文化博物館內面嘅粵劇文物館正喺度展出吳君麗演出時用過嘅戲服、盔頭，仲有佢演出嘅劇本同埋相等等，展期至2020年嘅2月25號。吳君麗喺唱、做、念、打方面均有不凡嘅造詣。佢曾經參與麗聲、非凡響同埋眾新星級大型戲班嘅演出，同麥炳榮、何非凡、鳳凰女及林家聲等紅伶攜手演出《雙仙拜月亭》、《百花亭陣劍》同埋《朱某回朝》等多套經典戲寶，深受戲迷嘅歡迎。身為後輩嘅鄭欣宜表示，大概於半年前於一個場合見過佢，當時對方好精神，故收到對方不幸離世嘅消息時都好震驚。欣宜又話，我初入行第一份工就係拍電視劇《不打自己人》，當時同麗姐合作，麗姐係一個好值得敬佩嘅前輩，完全冇架子，又會同我一齊食飯傾偈，大家相處得好舒服，好 sweet。
同麗姐一齊做嘢，我學到如果有一日我都到咗麗姐呢個年紀，能夠做自己中意事嘅時候，都要有好嘅架子，要對後輩好，因為自己都會記得入行時同麗姐前輩相處嘅情景。好啦，今日嘅節目就到呢度啦。如果你鍾意本期視頻，歡迎點讚訂閱，我哋再見。